加拿大觀音堂文化中心今日舉行千人素宴新年祈福會，活動宣揚健康素食，同時請來佛學大師傳揚佛法。記者劉少麟報道。今日晏晝1點，近千人喺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排隊參加加拿大觀音堂文化中心舉辦1年1度嘅千人素宴祈福會。主辦方希望宣揚人心向善嘅理念，同時鼓勵民眾食素，準備咗多款健康美味嘅素菜俾上千名嘅善信。主要是來自於自然和簡單，你看到展台上面全是以青菜直接上來的，就是讓大家知道吃素呢，其實真的會讓人的身體很清新、很清淨，所以這也是我們學佛人的理念，清淨心嘛。那你心清淨了，人整個也清淨。今次嘅活動完全免費，加拿大觀音堂亦都係非牟利組織。創辦人盧君宏台長係澳洲悉尼華僑，喺當地主持佛學節目，宣揚佛法同埋為善信指點迷津近20年，讓人明白因果、修心改命，並被美國國會同埋聯合國峰會頒發世界和平大使。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麟報道。